哇，一群人被牛追着跑。眼迪，这是西班牙的奔牛节，好刺激哦！冇，又是西班牙传统嘅法度。不过啊，渐渐有人出怂，牛诶未会受到出产嘅苦痛，故所开始有人抗议呢个法度哦。哦，原来奔牛节有亚嘅问题啊！冇唔错，根本日啊，我有40世界各地嘅传统，佢哋都有自家嘅正义，看唔到，睇得到冇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向日葵，非常收看呢個禮拜社會事件簿。大家對節目一開始都會看到我小學那年兩隻金球，我從人當球，我交俾你社會，希望呢個禮拜就會看到。所以新聞小界有現場嘅來賓，挑主界係你新同學阿石，大家好。天生嗰啲看到 JJ， 大家好，第三屆邱經理，大家好。最尾你看到當球冇看到嘅珍姐，大家好。來世界社會兩隻禮拜，我同你大家來討論下。呢條新北地圖其實有當多嘅文化傳統係經過時間嘅累積嘅。我以為對現在來看，從有啲咧唔合時宜，到底對世界各地有冇有正義嘅傳統？從來看兩禮拜，社會看世界。有請 Newstalk 來看第一個國家在哪裡？給你拎一下，哪個國家？南韓、韓國。韓國看乜嘅有正義嘅傳統咧？今日就講 Newstalk。請問記得啲先頭乜嘅喏？第一，韓國人唔係叫嘅；第二，韓國人唔會老叫嘅 fitted；第三，韓國人唔會老叫嘅 sitted。大概大部分人看到2、3、1，因为他们是用狗项圈跟那个绳索把他们套住，就是要把他们保护在身边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保护狗，所以养了他们就不会丢弃他们。姐姐，你有没有看？就是一样觉得说，因为他们有用那个链子，然后又有给他们穿衣服，就感觉对他们很好，应该是觉得说他们不会这样子丢掉狗。珍姐，你也是老台港某熊用哎。我不小心看错了，我以为是那个穿着衣服的小妹妹，然后在地上爬。我不小心看错了。你也唔錯呀，也唔錯。你哪一位小妹妹讓你誤會的？請問是黑色的小妹妹還是白色的小妹妹？因為我覺得他們既然把狗穿上了跟他們一樣服飾，就有一種感覺，就是說把它納入我們的民族嗎？還是同我族類？對，因為他們穿上一樣衣服，就會覺得說好，大家都是一樣的。你有聽過有人吃狗肉的嗎？有。在哪裡聽到的？去韓國的時候還是在台灣？台灣。在台灣有人吃狗肉。OK， 答案係乜嘢？請看，解答是哦。我們巧克力可以拿出一個地球。這種競賽型的這個過程當中啊，觀察好不好？思考。你在第一關觀察的時候，眼睛不好，好不好？怪不了別人。那來，我們來看，用照片來解答。4位這位女同學身上的白 T 恤有一個英文字，是停止。停止。那配上那張帶血的照片，停止什麼事情？停止虐殺狗。停止虐殺狗。莫狗吃狗哎。鍋子。黑色的是鍋子。這些是什麼東西？火。韓國人往擺就食狗有個傳統，所以佢哋理下是透過愛嘅抗議行動來表達訴求。那這個英文 I love you, master， 主人我愛你。愛狗當然是莫吃得雞，佢個總得食狗用。來，第一題，其他3位同學加油啦！看來看，聽一隻題目。
New Stock 带我们从韩国去到了一样在亚洲南亚，这是哪里？尼泊尔。尼泊尔，你知你喊得我许多地方，看来看尼泊尔有乜嘅要正義嘅傳統。其中乜嘅愛吃啲啊，吃姐姐嘅福嘅度喏。第一，保護來一起；第二，祈求有一個好老公；第三，設備傳染病。四位小，請出示答案。262模型你哦，他们举的牌子是3珍姐，为什么你觉得是传染病？第一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女生蹲在那个旧的房子里面，她身体都是肮脏的。然后第二是因为我看到后面有大房子，她可能之前是跟她家人或者是亲人住在一起，然后可能是因为生病，然后或干嘛就被赶出来。因为我觉得她身体就是看起来脏脏的，然后就是感觉这样就很像得到传染病。你生病的时候是要继续保持脏脏的，还是要梳洗干净？应该是要把自己身体弄干净一点吧。对啊，可是她却那这样对她的病有帮助吗？好像。那为什么还是传染病？哦，来，一样是传染病先生 Arthur。我刚刚也是有看到后面的房子，然后又看到前面那栋用水泥隔住的一间小房间，然后它的门是非常小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是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就是觉得他应该是得到传染病，然后也是被家人赶出来。独排众议的是乔克力，为什么会觉得生理期要在小房子做什么？因为之前就是家里的长辈会跟我说，如果遇到月经来就不可以进去庙里面拜拜。就是他说什么好像对神明不尊敬还是怎样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感觉有一点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如果女生只是一个生理现象而已，这样为什么就会玷污神明？这不就跟一般的排泄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我就觉得这样有一点不尊敬女性。是的，那他举了一个他自己跟传统有冲突的例子，所以他联想这个答案。所以虽然我们看世界各国的这些传统，有些时候跟你的个人经验可能可以有一些呼应。但不代表巧克力是对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斗呆解答是，恭喜！哇，挺人家 Q 了呢，怎么了？不要丧志，好不好？我们带大家来看一张照片，在尼泊尔西部，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宗教的一个经典里面有讲到，就是说，认为女性在生理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洁的。然后这张照片大家仔细看哦，就是怕她饿着或会受冻会冷。你看他们去送饭的人还不能碰到她，不能什么安慰她一下、照顾她一下。一样，身为女性，虽然珍姐你这一题答错，你知道答案之后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就觉得对女生很不公平啊！为什么生理期来已经够痛苦了，不只是生理上的痛，现在连心理都要受创。因为生理期来那个冷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就是它又冷又痛，然后又没有那个亲朋好友安慰他，然后又要自己一个人被关在外面，然后可能会因为什么精神上的问题啊、心理上的问题，或者是生理上的问题，都有可能造成他。我不知道男生们怎么看待这件事。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歧视女性的，这样子其实有点不太公平，因为只有女性才会有生理期。那如果假如那男性也有生理期的话，那如果让男生去住看看，他们就会知道说女生的感受是怎么样。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女生的感受，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就是不要碰到她接触。对。斗呆记得续航的重婚样板，你也最新的发展又有哪啲改变？看我来看 New Stock 嘅解说。亚丢 C 摩耶独自待在这样的小房子里，唔会惊吓。保護啲尼泊爾傳統嘅觀念，熱氣係無強力嘅，為本國卡嘅人帶來唔好嘅運勢。故所來熱氣嘅什麼嘢，做唔得地福卡，咪做唔得去學校。記得啊，為本人腳多溜溜少少嘅福嘅度，一直到熱氣結束。暗用懂唔舒爽哎，那如果沒有小屋子，暗用個傘，不就要一個人待在野外了嗎？無偵查。當到什麼嘢，味道愛起火配燒，本無言曲多，
韩国啊有人本野生动物攻击，还较惨嘅会本犯人性侵哦。要给你拿个胸片，应该就是受害的女生吧？不，也是件冇嘅相片，佢因为一只传统，啲冇被过成咧。2005年，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要废除一项唔好嘅风俗，不过啊，还是有当多地方维持一只传统。故说，喺今年8月咧，日本国会通过法案，唔改听一只风俗嘅人，就会本人罚钱，韩国作起关哦。听说你也讲日本天，本来迈向金球的，也系破烂的，大家都加油啊！就请 New Stop 来看第3个题目。来，从韩国到尼泊尔，地球转呀转，转到这是中东地区，有没有？阿拉伯半岛，然后北非的埃及，中东地区同大家来看乜嘅？先从相片开始。来，大家看到什么？骆驼上面呢有人在骑，但是不是它不是真的人它很像，很好，骆驼上面有人，那是人吗？但不知道是不是人。对，很像布娃娃的东西吧？布娃娃对。我们又抢 New Stop 来出题目。请问，机器人提点骆驼比赛嘅原因係乜嘅喏？第一，機器人點唔死；第二，骆驼唔會開；第三，中東嘅科技實在很強哦。来，4位小欧，请出示答案。J 兄，不要丧志，J 兄，曾经是金球王，赶快出示答案，大家都出示答案了。我不知道啦。东南灯，世界小欧，现在答案左前都系日。就是有看过那个中东那边的电影啊，就是什么波斯王子之类的。是然后上面骑的都是一些贵族或者是人，那他们可能是因为怕不小心就摔了下来，所以才要改成机器人。因为我觉得你干嘛要哭的？我觉得3是不太可能，中东科技好棒棒，怎么想？可是这个节目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了，这个节目有些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直觉，感觉好像选错。所以好，再选一次你会选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选哪一个。金球的可能产生者巧克力为什么是1？因为中东那边比较多都是那种砂石路，然后可能有时候骆驼的速度可能太快，它就可能会跌倒，然后可能就会骨折什么之类的。因为骆驼感觉要比马或是牛那些动物感来的又高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要为了安全，所以才用机器人。那我现在觉得也有可能是3哎。哦，如果是3的可能性是什么？有什么科技在里面？因为像是赛马或是什么的，不都会拿马鞭这样抽嘛？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有感应速度或什么东西在里面，然后它就可以 GPS 装置就可以感应速度，然后就可以跟世界各国宣扬说，哎，对 OK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珍姐，因为刚刚有说到那个今天的主题都是传统，那我在想，科技不是最近才兴起的嘛？它怎么就突然变成科技？所以我觉得我先排除掉3，然后2是因为赛骆驼可能有可能会累死那个骆驼，可是可能性应该也没那么大，那我就先不选2。然后1是因为我是在猜，可能以前很多骑士都是因为赛骆驼而那个就不小心被摔下来，可能受重伤或死掉，所以我才选1。到底2题的世界督促也係全軍覆沒，搶看答案。恭喜4位，来，不会有人没球了，而且有人在1颗球就要拿金球了。有人骑过其他动物吗？你骑过什么动物？马，骑马。那你是骑过马跟骆驼，哦，你骑过骆驼啊？你刚才怎么没有讲？我们都没有骑过骆驼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骑骆驼的感觉？要跟着它一起晃，因为我们骑的骆驼是双峰骆驼，然后它很高，应该是比我差不多再高一点，会有可怕的感觉吗？会，因为它会一直晃，然后会感觉摔下去，而且它又很高。对，所以是像係阿 Sir 講嘅，你看下你這樣相片就會看到，年代還沒有改之前，你們看騎骆驼的是誰？小孩小朋友，哦，通常是4到10歲，
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要请这么小的孩子来赛骆驼？没有那么重啊，就是它会比较快。就是因为负担比较小嘛。因为我觉得赛骆驼可能跟赛马有点像，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借此当做赌博或者娱乐之类的，如果没有赢的话，又有可能会遭受到处罚。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到底世界的长空形容版，你下要改什么？希望要请 Newstalk 来解答。骑骆驼的居然是跟我一样的 Sale 哎，为什么不找大人来骑？不，因为体重较强，骆驼就到较脚啊。故说记得要请4到10歲嘅細路嘅，韓國啊要到頭家味道一樣，係咪本細路嘅做唔得食東西哦？安尼啊就行較強咧。記得看起來很臭，韓國骆驼按太窄，只有動腳，超容易受傷的。冇錯，畜生啊係其中一個問題點點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人口買賣。人口翻呢，會對民間啊一個國家，會去做，也係買一條窮苦人家嘅生意呢，買到一條必須骆驼嘅地方。被逼着離開爸媽，走按危險嘅條路，他們的童年都被毀了。不，故說一個傳統本應抗議的啊！2002年開始，就有國家開始用機器人來抬細鵝嘅，記得身上要裝 GPS。骆驼嘅主人啊，會一邊視察天頂骆驼，一邊遙控機器人。哦，按用較好教，韓國就唔可以有細路嘅畜生，也係本人買鐵咧。不過一個傳統還希望完全廢鐵咯，從埃及到今，還係會有聖人呢騎電骆驼來比賽嘅傳統哦。金球在我手上了，最后一题，巧克力加油！3位，如果你们没有进展的话，要一起接受惩罚哦，好不好？提示加题目来看 Newstalk 20 hinavy。来，从中东地区现在接着来到哪里？荷兰，欧洲哎，我们今天从亚洲，然后一直顺着到了欧洲的荷兰。荷兰孔马卡雷，一线可相片。你们觉得他像谁？圣诞老法师，法师，你说什么？圣诞老人，没有错，真的吗？这就是荷兰的圣诞老人圣尼古拉斯，这是一个嘉年华会，就像我们圣诞节在欧美会举办这种festival， 一个嘉年华。有没有哪里让你觉得不和谐或诡异的地方？黑人中间站白人，感觉怪怪的。看好了哦，我们请 Newstalk 出题。不，請問記得啲抗議乜嘅喏？第一，無人做唔得樹燈路；第二，無人做唔得發燈路；第三，無人做唔得係燈路。你有答案了嗎？好像吧。哦，这是你最有自信的一题耶，请出示答案。只有金球的可能产生者，为了夺金不惜跟大家不一样。为什么你选3？它旁边的3个选项，我第一个觉得不可能是1，黑人不敢收礼物，因为刚刚跟圣诞老人站在旁边那3个人，因为他们手上拿着是袋子，然后他们有把手这样伸出去，所以应该是在发礼物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收礼物。然后2跟3，其实我有点挣扎，到底是2还是3，但我觉得2好像没有禁止的理由，所以我就觉得是3。你有听过把人当礼物的？有可能是奴隶啊。奴隶啊！终于有自信的 JJ， 为什么你觉得是不该发礼物？因为我刚看到的是前面有3个人在发礼物，然后他那边又画一个镜，就是觉得说应该不是要黑人来发，应该是要他们白人自己来发礼物，可能会比较好。不然这样子，因为我看刚刚那一张后面都是白人，就只有前面3个是黑人，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怪吗？
他们应该就是要表达说，我们要白人来发给我们礼物。为什么白人只能拿白人的礼物？如果是第二个答案的话，可能是白人他们觉得黑人是不尊敬的，就是对他们不是干净的。对，然后我犹豫第三个的是，因为他们这张照片里面拿着抗议牌子的，看起来好像是黑人。哦，你有注意到？对，或许因为这只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得很仔细耶。所以黑人抗议这件事情，所以你在犹豫这两个。对，让你再选一次，你会选什么？应该会选3。是哦，那不能改了，对不起。珍姐，白人跟黑人本来就有种族歧视的问题，所以就觉得可能白人会觉得黑人本身就是不干净的物体，他为什么要拿着就是明明是圣诞老人发给我们的礼物，要经过他们黑人的手而玷污了这个礼物。可是刚刚听那个他说拿牌子的是黑人的时候，我就有点紧张了。我这边想要统整一下3位，以免我误会，或是观众也跟着误会。3位都觉得是黑人不该发礼物，而且是从白人的角度出发，认为透过黑人的手来发礼物这件事情是不够尊重白人的，是吗？您的意思是这样 ？OK， 来，到底係咩唱？記得解出嚟，又係金球王，挑起你係真可嘅，讓強下來群突破。恭喜3位！哇哦！但是，虽然3位都答对，但3位答对，其实你的出发点是错的。来，我们回到刚才那张照片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嘉年华里面，圣尼古拉斯是白人。那你们看一下旁边的3位黑人有没有什么蹊跷？他们感觉不是真正的黑人，就是有化妆。所以他们为了要回到当时那个传统的那个节庆，他们请白人化成黑人。那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是在于，为什么在这样的节庆里面要由黑人来扮演圣尼古拉斯的仆人？就是你们讲的，为什么这些工作由黑人来做？所以这个节庆重复了黑人地位比较低的这个刻板印象。那我们刚才看到题目那张照片是抗议的场面，他们抗议的就是这件事情。现今社会各种族群、各种肤色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事情一直重复下去？那实际的状况，我们先请 Newsdog 带给我们详尽的解说。圣诞老人很有名，不过我不是谈过黑彼得诶。不，乌彼得是圣诞老人顺丰的农材，糊的面，條那麼 QQ， 還有一隻太太瘋瘋嘅嘴唇。啲歐洲國家嘅傳統故事度，記得話係本聖誕老人舒服嘅小惡魔。記得看起來當電影下，為什麼會引起大家的不滿呢？不，因為也係一種對污人嘅歧視啊！當年嘅聖尼古拉斯節，旁人會挑事老自家嘅面搞到糊糊，來做呀烏彼得。一槍啲老太家講，一種戇戇賣力股嘅人，就係皮膚當污，條那麼 QQ 嘅污人啦。哦，我知嘞，這是我們對黑人的刻板印象，但是黑彼得的出現更加強了這個錯誤的觀念。因為反對歧視，故所也竟然開始有人用卡通人物來代烏彼得嘅角色，雖然有人認為安尼就冇合乎到傳統咧。騙人我唔知，反正我是覺得換卡通人物比較好。聖誕老人的任務就是散播快樂，如果有這種歧視黑人的傳統，那就一點都不快樂啦。觀眾朋友，為大家紹介小史前夫人是尼古拉斯節，當當當當。我們不但請到了聖尼古拉斯本尊但小姐來了現場，你看他們 Q 版的 Minion， 以及我們還邀請到來自日本的貴賓，自我介紹一下。嗨，你罵啥？我是哆啦 A 夢。哆啦 A 夢。我的百寶袋拿去維修了，所以現在不在。哎，那這個可以嗎？啊，這是小型的。來，我想先請教一下優勝者，我們兩個難得沒事，你覺得原本的聖尼古拉斯節給人家一種歧視不公平的待遇，我們把它 Q 版化之後，你身為旁觀者，你的感覺是什麼？
感觉比较亲近一般大众，而且变得更可爱了。这3位如果是让你选，你想要扮哪一位？圣尼古拉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被画脸。那你喜欢打扫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各有各的优缺，他们需要卸妆，需要被画脸，可是我不用，可是我需要忍受这个毛很痒的痛苦。我只要张口讲话就会吃到毛，我现在嘴巴应该有2-3根了吧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强调的，这样我们更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的着想。最尾而强调天时挑戰嘅觀眾朋友，要嘅各位社哦，對你上到安泰歌唱當中，感謝多多，乜嘅傳統也係乜嘅少，讓你感應嘅天熱，又想衝突嚟麼？多多時間，你就係樣板面對，幫你好好嘅思考。以上這2禮拜嘅節目內容，還有精彩嘅節目，下個禮拜6，我們就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時間部，拜拜，拜拜。來啦，各位，是不是準備好我們要去遊行啦？請問一下2位你的百寶萬米袋糖果怎麼辦？这边有期待版。請問你要贈送的是你的佛珠嗎？老婆婆，那我們該起身了吧，老婆婆，我們就跟隨你了，好不好？